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嘅 Henry， 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咧，就喺京士柏嘅君怡峰啦。咁呢個單位位中高層嘅私室，售面積有962尺，3房一套單位嚟嘅，目前做緊買賣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一參觀下。入到門口就係一個客飯廳啦，而且間隔分明。然之後我哋行到去露台嘅位置，望向西北邊嘅景觀。而且仲望到君怡峰嘅內園景喎，一個泳池嘅景觀非常之開揚。客飯廳右手邊就係廚房啦，廚房配備咗個窗口位，透光度十足，而且都有啲收納嘅空間，明火煮食、洗衣機、焗爐、雪櫃，設施應有盡有。然之後呢度就係工人房。工人房咧都配備咗一個窗口位，同樣都望到西北邊嘅內園景觀，配備工人廁。客飯廳中間呢條走廊連住3房一套同埋間嘅浴室。首先我哋睇下睡房先，睡房空間方正實用，望到西北邊嘅內園景觀。睡房對面就係浴室啦。浴室配備一個浴缸嘅設計，第二間嘅睡房，最後去到主人房啦，就做一個3邊落床，同一啲嘅收納空間櫃位，然之後同樣都可以望到西北邊嘅內園景觀。睇埋主人房嘅浴室，浴室乾濕分離。好啦，我哋今睇住咁多先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690777297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